澳洲外長黃英賢喺印度外長蘇傑生訪問澳洲期間，討論到印度涉嫌喺本國進行威脅錫克教社區嘅活動。蘇傑生堅決否認，聲稱本國嘅指控毫無證據。何家碧嘅報導。印度外長蘇傑生訪問澳洲，同澳洲外長黃英賢會晤之後召開記者會。黃英賢表示，佢向蘇傑生提起咗加拿大對印度嘅指控。渥太華指控印度政府官員涉嫌喺加拿大境內策劃一系列針對錫克教分離主義運動嘅威脅恐嚇，甚至暗殺活動。蘇傑生再次否認指控，並且繼續抨擊加拿大。One, Canada has developed a pattern of making allegations without providing specifics. Secondly, when we look at Canada, for us, the fact that they're putting our diplomats under surveillance is something which is unacceptable. 蘇傑生仲對近日本國發生數宗針對印度教社區嘅暴力示威事件表示擔憂。澳洲同本國都係五眼聯盟成員國。渥太華喺第一時間就通知澳洲本國對印度政府嘅指控。不過澳洲同印度、日本及美國又係四方安全對話嘅重要盟友。美國司法部亦都起訴一名涉嫌策劃暗殺紐約錫克教領袖嘅印度政府官員。印度當局就選擇配合美國嘅調查。